也好出来，因遇到一个老奶奶，名叫谢奶奶，就讲伊为耶稣的事情，到一个叫搁差的所在，而且从因将伊定在受过迄个是叫做受苦的路，伫迄个弯曲的路途中，耶稣不是伫个重量底滑倒，也是受着伊的心为咱所害罪重担受痛苦。当军队伊的人对远远在看伊的时，伊已经完全为着世间人的罪，将家己的性命放下啦。就是伫迄个清凉的山顶，主完成了伊的旅程。